比興奮嘅心情，我哋嘅漫遊小組一行16人參加咗一個旅遊團去貴州玩6日，整個團呢有28個人，易發啊，好意頭。坐咗約4個鐘頭到嘅動車，就到咗貴陽北站，天氣驟凍啊！到咗貴陽北站之後，我哋立即坐旅遊巴去貴陽嘅地標甲秀樓啊！甲秀樓係今日我哋遊覽嘅唯一景點。先預祝大家可以玩得開心，食得放心，住得舒心，高高興興7-8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貴陽甲秀樓啊，係歷史文化嘅地標嚟，喺明代萬曆26年啊，即係公元1598年建成嘅，已經有400幾年歷史㗎喇。佢古有小西湖嘅美譽。甲秀樓係建喺南明河上面嘅明清風格古建築嚟嘅，佢係貴陽嘅標誌性文化象徵。特色呢係有3層木結構，用12條石柱托起喺河中間嘅巨石上面，高度大概有20米，可以用4個字嚟形容佢：古樸精緻。